争议。新闻头起身来看台南永康的大桥派出所一个警察昨暗要抓一个失联的越南移工，随后民众迄条讲，这个警察一直踢这个移工哦，画面嘛铺伫网络顶头引起争议。永康分局是表示讲，已经来进行行政调查咯，嘛来追究责任，来加强警察的教育训练。伫咧12下暗，当个永康分局警察骑顺道车咧对一个查甫人，对到永康后花山街迄搭，查甫人走来走去，就若像咧甲警方比相吹。后来警方甲伊包围，总算抓着人。不过后一秒，其中一个警察煞直直斩这个查甫人，过程全拢互人翕落来，砍起哩网络，引发争议。当然是没有那么的好啦。系啊，伊就一直甲叫安尼伫遐一直哭啊，好，我惊我即个门个哭，我惊伊走，我去楼毋知是外楼的。我感觉落去经历着啊，伊个人啊散散啊尔，甲站，因为伊是空手，伊也毋是系啊，而且搁外楼。永康分局表示，两个警察在巡逻的时阵，发现一台车的车顶无开，要甲拦查，想袂到驾驶煞随油驶走，连续撞3个红灯，甚至拢为边仔人家厝了后，搁落车逃走。经过警方搜查，才伫永康后花山街抓到一个查甫人，发现伊是越南籍的失联移工。针对追查过程，警方若像行为无妥当，永康分局已经展开行政调查。那本分局已经展开行政调查。那警察如果属实的话，会严正追究他们的责任。警方抓到失联移工，伊则违反入出国甲移民法，送去移民署台南市专勤队办理。若执勤过程有疏失，台南警方强调会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继续加强警察教育训练。记者综合报道。